这 Google 相簿啊，你看这个日期不对的，好像差了几年了、这个照片，民国90几年拍的呢。民国100年的话，加上1911是2011呢。2011之前几年，所以这个日期年代日期错误。2000年是1999年921大地震之后1999年是中华民国88年，2000年是中华民国89年。那个时候还没有买这个智慧型手机了，还没有智慧型手机可以用了，那个年代错误了。现在看到的是新国高中的美术班的过年前的这个表演展览，但是画画的展览，还有书法的展览。春联呢，写春联的展览呢。